刚开始也没有这样的预设一个目标，可是当你踏出去、走出去之后，你真的觉得每个国家、每个自己的文化是这么的重要。一定要融入现代舞才叫创新嘛。那我自己还是很挣扎，可是我想每次有这样犹疑的时候，我一回想到在国外观众起立为你鼓掌，然后告诉你台湾真的太棒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要坚持。现在我都可以昂首阔步在国外，我说我们的东西是独特的，我们的东西是台湾的。容易的在3亿以前就会倒掉点身体接受自然的洗礼，因为记得知要出残包唔会难。不过，迄幕向下吹嘅日头，就听出个长久将所在打开神风的热。你自50嘅团员就会用安样独嘅信仰，让台湾嘅家长民俗推向国际，韩本自家变做舞台风亲江嘅容易的。行路掠，牛皮路加海水无行路掠，牛命路加河巴无行路掠，牛干路加长山无，牛塘路北风小暖加小山行路掠，吼嘿吼吼，台湾啊，吼嘿吼吼，那个报道。教育为的是帮人输人，特别来到台南孔庙啊，看到了四十师全台数学就当感通。不过，也地尾度啊，有件学校中医国小有71年的历史啊。适合因为都市的发展差一些的啊，就不能废退了。不过，在地教育学家佢用本位教学，本了只学校有新的纯粹的意义。1622年嘅安平之战，明昌成功打赢父母的攻入越南扎上，要打开嘅200多年来，附上在台湾嘅正经 TV， 明元历19年，陈元华创意起现实神庙，汉山明论堂，这样时附上嘅医学十分嘅兴盛。清康熙23年，杀台湾府学，占有全台数学嘅名额，因为孔庙系文人其中嘅学术圣地。为了泰神店西片嘅中医国小，就照历史无穷嘅主题规划嘅人工嘅孔庙设计，来做中医国小嘅学生嘅特殊时节嘅必修嘅课程。没想到几年下来，至少已经训练出200人嘅细细技术员。我走在校园里面啊，我觉得这个学校的建筑跟一般我们看到的不太一样哎，很特别，有一种怎么来形容这种感觉？哦，这个哦，这个就是以前我们学校，本来有面临废校的危机，然后最后说啊，我们来整建，然后整建我们当然要配合孔庙的建筑啊，所以第一个就是说，它不能样式太新，而且还要保留一些我们中国传统的味道存在。像那些屋顶啊，是不是就是那个时候盖的意念就是有点像中国传统的农舍？比较用农舍的意念来兴建的哦，所以从这边这样一直延续到这边，然后再接到那边是孔庙，它是直接这样子穿透开放式的，对呀。那老师，这个就是我这次来的目的，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当年曾经面临废校，对，然后在国小呢，可能后来就运用了所谓的本位教学，那怎么会想到要用这样的方式，然后把原本即将要面临废除的学校，把它保留下来。因为我们学校经过废校增值以后，我们重建了嘛，然后就很多小朋友就会跑到孔庙去玩啊，然后无形中就会问啊，这个屋檐上那个小鸟那是什么啊？那老师当然要解释啊，换成老师要去研习啊。慢慢的，我们不止爱护孔庙，我们要把孔庙呢推展出去啊。像刚刚下课啊，我看到
小朋友啊，在这里这样子跑啊，我感觉这里你要说是操场吗？我觉得是个公园呢。他们很开心的在这里玩，然后旁边是孔庙，又可以学习，处处都是古迹啊。在前面我们正前方的就是传说中的武德殿。对，台南武德殿。那我们现在看到那个在上面的那些梁，这个啊。木头也是从100多年保留到现在。那木头是最近整修才新弄的啦。钢梁是100多年没有问题的。那武德殿对日本，武德殿在日本就是他们的剑道跟柔道练习的圣地就对了。现在仅存的日本也没有几家的道馆像我们这样子，就好像在古迹里面打剑道。武德殿是走火水岩系嘅武道馆，算係傳統嘅日本式嘅沙田建築。人工嘅武道係用武來養成，古所嘅頭牌，無論係劍道、柔道，也係日本嘅強道場，全部攞嚟看作係競技嘅殿堂。唔過老武道館起得酷妙順，從面做得看出日本人嗰樣時，較重視武術嘅軍國野心。念是劍道嘅人全部就知，劍係門，道係本，學武嘅心思係上到再嘅多嘅，做得用來相似，嘛做得用來獻身養心。就像係結合多老結合站嘅熟悉，做得多清高嘅境界模，可能就提有慈悲嘅心模。因为剑做得出模，嘛可能害到白相。老师，到现在啊，我的手都还是没有力啊。对啊，那个是我们小朋友的修心养性很重要的一项活动。修心养性，难怪他们说剑是门呐，道才是真正要修的东西。对这边就是孔庙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大成殿。忠义国小之所以跟孔庙呢完全结合在一起，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孔庙呢，它每一年都要祭孔，那个义生都是由忠义国小的学生来担任。所以我们看到的祭孔大典的义生都是忠义国小的学生。对。左传有云：天子午，行8佾；诸侯午，行6佾；大夫4佾，士2佾。祭祀業務各有各嘅規範，做唔得超越。祭孔嘅時節，一生右手騎鐵，左手騎玉，用3種96嘅武字，否定詩歌一絲一物，用來表達對孔夫子嘅敬意。自古以來，史者傳統、書業、技法，古所的祭孔嘅展現力度，本作6團嘅禮讚，用來感謝世人。像一樣複雜嘅祭孔儀式。可能就要用來提倡本人里漸漸的填表體嘅禮教論述。三开间大城门为孔庙中最华丽的门，它是先用6根柱子支撑木构架，再铺设木顶，木构架依古而治，有垂花、雀替。这个对，那个就是垂花、雀替、诗作等装饰，部分以彩绘。而民间镇，我忘记了。忘记了，你太紧张了，对不对？就会你俩丢啦，用卡梅拉的拍的呢。这样看到摄影机，小朋友看到多少会不要说他。我第一次上台主持的时候啊，我都快拉尿了我，所以紧张是正常的，不要担心。哎，你在看什么？这什么？哎，有这个啊。可是这么多哦，其实要看也很难呢。对。突然间也不会想说我到底讲到哪里啊？你刚才讲到花这个啊，对，花嘛哈。所以平常会这样子导览完中场，你会说那我看一下吗？不会。是今天特别紧张，对不对？对。那我们现在重来一次好不好？重来一次好不好？可以哈。因为他很緊張，開始而且本位教學唔但將喺味道提升成人嘅文化素養。臨床嘅應變能力，老敢面對人權嘅大眾之風，都會學校希望訓練同學打崩技術嘅世界，做得培養出呢部分嘅勇氣。故所中醫國小500名嘅學生嘅，升到5年生過後，聽眾去參加CC技術員嘅考試，
6、7个同學升到6年生以後，聽說要開啟安陽嘅傳統。前本係感動嘅係對2000年開始，學校嘅教職人員無論在職也係退休，全部就係呢一種特別嘅教風後輩推行者。今天呢，你一整天這樣陪着我啊，然後我整個感覺這樣子，你看哦，從劍道，然後跟小朋友的對於孔廟的一些導覽，然後看他們跳義舞，這樣的感覺，還有你包括你帶我在校園裡這樣逛，我很難想象說你是一位退休的教職人員。那是什麼樣子的動機讓你跟這裡有這麼深的淵源，還有這麼深厚的情感？這個情感要講起來就蠻長的啦。因為我小學我就是讀忠義國小，所以那個時候去讀書就我有機會就要回到這邊來服務。後來真的有機會回到學校服務以後，又遇到學校，你看要廢校，然後又重新規劃，我們都參與其中啊。所以一草一木等於我們都身歷其境，所以一直感覺到，這個就等於我的家一樣。像剛剛啊，有一些老師，你說他們也是回來做志工，是。那如果是志工的話，那是不是就沒有支薪？當然是沒有支薪的啊，完全沒有薪水啊。學校都有這個風氣存在，所以就變成好像忠義國小就是一個非常大的家庭，大家都是家庭的一份子，你自然就願意為他犧牲啊、奉獻。喺教育推展嘅過程中，冇任何一種教嘅方式做得比神教嘅影響大。忠義國小嘅先生為到給學生嘅一份，佢哋就先強化自家嘅文化素養，佢利用學校順頭嘅優勢環境，創造出耳聽目髓嘅本位教學。先生退而不休嘅執教方式，多多少少每一本細人嚟了解到奉獻，咪做得到幸福嘅想法。喺動態盛況門外輩，有啲比賽，親做地表現出頭擺教育界嘅 TV， 文武官員、居民人等至此下馬。按他嘅講用，為到就係尊敬佢哋嘅意思。東江哦，你睇會落山嘅人看。有冇按今晚用感覺啊？同學，一片喺安平講，我哋台南啊，按多擺呢，有一種東西，三冇試過呢。講啊，食到了東西啊，吃得出一種特別的嘛個呢，人情的美食，差唔多有8個人年嘅，喺嘛個東西呢，我用過唔是試過啊，聽說我哋情況啊，去哪裡？文化嘅面向包含所有嘅生活情景。喺古都台南，行家特別容易感受到回憶本人完全保存嘅獎。飲食係真實生活度重要嘅表現，佢做得食出習慣，撇出物產，行家做得表現出無相同時空嘅人情。向下來是一碗台南人燉好嘅內裡，雞串撈麵。新婚自喜，100年好合，紅博安賀。終於到探集啦！你袂歹，我們搬來家。阿俊仔，喲，開始咧準備啊！嘿，哦，我看看車走呢。這酒店還有這個物件滷麵啊。滷麵聽講是來到台南即擺上重要的一個古早味。因為它是一種傳統的文化，但是以前我們是不營業，我們只是小幫盤。什麼叫做幫盤？就是幫忙。嘿，互相鬥相共叫幫盤。嘿，因為你有喜事，我會去幫忙你；我有喜事，你來幫忙我。分享喜氣，所以要把滷麵也送給左右鄰居。以前我們要吃這碗滷麵的話，必須盼萬等。盼萬等，盼是想要到點心才有這個東西。所以以前我們要吃一碗滷麵都是要等。一直等，看有人寄出無？新年生日無？天公生哦。阿公阿嬤生日哦。愛好故作這種濃濃的情感，簡單的小幫盤禮俗。上面做得看出親戚朋友之間唔單槍嘅情誼支持，記得咩真心嘅希望順頭嘅朋友，全部就做得到親美好嘅幸福。還有滷麵嘅香，唔單槍係假意涵，就連假做法咩充滿了分享嘅美感。所以這些就是每一天要賣的量就這樣嗎？沒有，以前嘅煮。東西煮大點啊，基本上煮安尼咯。因為你營業的時候，我用分成小鍋在這邊煮，要看大鍋要在那邊看。
底下内底哦，是，常来看。好啊好啊好啊，虽然我就是要吃，我等下再吃。先看麦，加内底哦。嘿，哦，对，这个大哥，嘿，这个大的就对了啦。对，这个就是这一锅至少50人吧。这150人，这个可以，这锅150啊，这个嘞。这个可以，这锅150啊，这个嘞。啊，这是50人份的，这2锅一样啊，有好多料哦，你把它盖小姐。好，就香菇香菇红萝卜、白萝卜、木耳、金针、扁鱼。扁鱼是一整块还是什么？扁鱼爆香之后，对，所以它变成脆脆的，脆的。哎，所以你也看不到它。所以我现在也看不到，就对了。对，但它香味就在里面。那这个卤面的这个汁啊，哈，它里面到底一次你有算过几种的材料吗？材料也15、16种，15、16种在里面。对，爱控软物，要成品最少要有6个小时。啊，每天都这样做。对。所以为什么叫古早味？因为我感觉是时间去熬它的东西，把它熬出味道来，才叫古早味。拍谁哦？交料之嘞，2位，你们是2夫妻没错吧？没有啊，不是啊，拍谁哦？拍谁哦？他是我们家的大哥。他是大哥。对。那我是小妹。你是小妹吗？所以是真的亲兄妹哦。真的。哦，真的哦。嗯。所以那你们今天来到这边吃，是在寻找以前的那个味道吗？对。有听过吼，这个卤面啊，佫叫做鸡串面。无唔对，无对啊！啊，为什么叫鸡串面？是鸡串才会食嘛？鸡串面有大概有涵盖有2个意思伫咧啦。哈，一个就是我鸡串是我家里要办喜事，隔壁还有这些亲友呢，都要去跟他分送一碗这个大卤面。所以一种是报喜。哦，你是说跟邻居讲说？我今仔要娶新妇，还是要嫁查某囝？我家里有喜事了，我厝里有办喜事了，大家分享我这个家，我这个喜事，报喜给这个邻居啦，这些亲友知道，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这个卤面呢，你若是你办的请人客，请人吃袂饱，最后一道菜出来说要这个卤面。哈，以前的办桌应该是。就澎湃吧，那个时候物质不像现在，所以今日人吃袂饱，吃袂饱，起码最后一道菜就出来一个卤面，互你安尼食有一个满足感，会饱安尼好快乐。因为欢欢喜喜来，今日无食饱，食饱，个欢欢喜喜回去。还要一个礼食嘛，就我糯米也使弄搅搭，也在倒起来用个搭。但是还要再回礼，在咱家来讲，缀啦，爱缀一个迄个碗，袂使有空转去啦。缀一个物件，你家里有糖啦，有米啦，通通可以。这边碗袂使洗，佫袂使洗，安尼毋是洗锅？不，他要洗漱连连啦。还有押韵，唔通洗，留咧后摆佫再缀。唔通洗，留咧后摆佫再缀，所以是希。说下一次还有一个喜事在。哦，喜事连连，好运连连啊，那意思啦。按太乱讲呢，真的有下讲呢，而且真的有虾子哎。人嘅民族性格一次就动顿后，故作除脱祝福以外，人哋咪會走禮俗，為做好事嘅親戚朋友，本日請真誠嘅祈福。樣樣嘅時節，多阿俊細嘅來嘅，拜六就會托補養嘅。天天做糯米嘅人，向下去分享幸福，幾好，真係一種同讚同特別嘅經驗。真的好，謝謝。祝威霆嘉玲新婚致喜百年好合，紅博安賀。祝你大賺錢啦！你袂歹，我搬來遮，我要嫁的時陣嘛，好不好？結婚你開來食啊！好，即刻來食，你買包啊！包好你啊！多謝。特地來給你吃啊！一定啊，好不好？多謝哦。謝謝，你大賺錢哦。你也經驗哦，到台南嘛，有點人哦，動態的推動老木成立，馬上都老木成立，就像用老的木啊，本佢有新的面貌、新的價值。嚟，今日帶大家嚟看一下，
哪会起咩？那6号、2号、4号运动到了，你来看一下啊，4号啊，民权路4号，几位了？前面讲过哦，几位了？开龙宫啊，台湾青路的青牛马，不下有4人的啊，听说要拜的。这个东路的一条巷的呢，啊，运动一点，就这样。不好意思，请问一下是张元大哥吗？哎，你好，那你一定就是红龙哦。是我。你好，你好哦。约在这里聊这个老屋新力，很有 feel 呢。对。可是啊，咖啡店要开在这样的地方，敢袂用诶？在门口给了，爱问头家哦，头家，啊，你敢有生意？就慢慢做啊，你就把自己的东西做好就好了。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我来惊啦，有实力的人，一点点。这么有把握，那我也是喝咖啡。大哥，你喝的是什么？卡布奇诺。你喝的是卡布奇诺。那我看你要调什么？喝黑咖啡好不好？黑咖啡，当然黑咖啡很不错。很赞。黑哥哥要喝黑咖啡。黑皮哥哥要喝黑咖啡，好，那就黑咖啡，那就交给你了。要什么？哪一种？你有喝过非洲的豆子吗？没有。那我帮你煮个软糖。好。利用下注嘅少年，伫建筑嘅行长度，拿出一系列有限嘅心情。繁荣嘅路岸塔，独动嘅调蓝心。附加比3月最多嘅美食，带定一系列火辣香，流溜溜嘅酸。落屋旋律係一群有心脏固執嘅新一代嘅建築師，佢哋發起嘅一種有關嘗試、固執、非遺嘅多面向議題。有一啲咧像台北東區嘅巷嘅文化，無強樣嘅係獨立為當場無按內容嘅商業氣息，一個係分家比嘅台南肢體，一個係當熱情嘅表演者，還有一個係對舊時光景當堅持嘅嘗試夢想家。來，等係3個男嘅人，因飲定咖啡，因打嘴鼓。好特別哦！所以你一開始就認識張大哥？當然不認識。好，那你怎麼自己本身就有老屋新力這樣的觀念？因為就是剛好自己喜歡的東西就是這樣做起來，然後剛好老屋新力這個想法在醞釀，然後再認識。所以你是剛好，對，但是是從本身你自己心裡面就有想要在這樣的環境做這樣的事情。那你們2位是怎麼認識的？就我來喝咖啡，就這麼簡單。因為我們有發現說，台南這樣的類似，把老房子再造的很不錯的這樣的環境，我們就會試着去了解。我們所重視的並不是說把老房子改得多麼的絢麗，或多麼的復古，而是說怎麼把老房子的特質展現。換言之，他找到一個老房子，在那裡面成就他的理想過程中，他很重視自己怎麼去把它好的那個東西跟人家分享。比如說，這裡我覺得最棒的是這些窗戶，你們背後這些窗很漂亮，因為他就試着把過去那種門啊、窗啊改造之後，用自己的想法再拿一些老的窗戶來重新拼貼，所以這是一個藝術品。對，我小時候就是這樣的窗啊。對，所以你可以把這棟房子的那些舊的門整理保留下來，這是一種。可是我倒覺得紅龍的這樣的想法是，我也要有一點點創作，可這樣創作不是過度的，把老屋的特色到最後都湮滅在現代的想法跟過多的設計。因為此度動態都市發展無平凡，2008年，總有王太哥涉及台南嘅在地力量，特別推出老屋旋律嘅概念，想要顯示市民對接本人拆體嘅弱勢文化資產嘅關心。老屋講嘅係所有年代較久、有歷史意義嘅老屋，旋律講嘅係為咗滿足當代需求來進行嘅內外樣貌嘅調整和整修。佢老古蹟維護清代無窮樣係啲古蹟嘅維護，對一隻建築師來講，真係高程度。佢聽說總唔得有太多自家嘅想法，就定原來樣嘅方式來恢復古蹟。老屋旋律係用做啲適度調整嘅方式來幫老屋有個再利用嘅價值。因為太過佢哋認為，每個樣嘅改變就係歷史嘅進程，故作無窮樣時期嘅分析。無本10年呢，公眾嘅全部都應該適度嘅保守，係冇文化嘅樣嘅就會出現斷層。其實就是
刚好这个空间是老屋，所以变成说我在这边经营，但是我们经营者会一直想要永续下去，有自己的生活跟自己的工作。然后当这个有这样一个特质的东西在这里面的时候，老屋就会一直被保留。它是一个平台啦，只是说这个平台我们是可以一般人是可以很轻易的运用，变成它是一个载体而已，然后我们是在这个载体上面的一个人，但是如果载体是空的，它就是载体，所以我们在对这个空间的咖啡的想法，当然就是客人到这个空间的时候，他是有得到放松，或者是他会认同这个空间。他会继续留下来，然后留下来的人，他就可能是一个这个空间的一个景色之一。比如说你来，你是这样的特质，你可以很轻易的跟旁边人去互动，可以大家会成为朋友。变成喝咖啡不是说只是喝咖啡，可能是我在这个空间会遇到谁，所以就是我想要做这个空间比较接近互动，而不是说大家来喝咖啡，喝完就走。40年左右的老屋，是本人讲是现代城市的毒瘤。据说本具有各在利用的价值，变做是老屋损毁的关键。有人讲，商业模式的建立是保留老屋天作外的破坏。不过无论老屋是历史、是记忆，也是年代长久的故事，最重要是还是认同，还是珍惜台湾历史经过的每一段。我都认同朋友的想法，佢講咖啡唔好啉，裝潢高較強，卻用流唔係上嘅漫畫嘅迎合。哇，老师，我一走进来啊，这个台湾快木，对，黑龙江的味道整个就散出来，好香。对，哇，像这些都是修复的吧？对，它其实这个里面的木头用了很多台湾在地原生种的木头，包括除了快木以外，还有台湾杉。那这在现在的林务单位来讲，都是很珍贵的台湾五木的之一啊。用了很棒的材料。那这个当时在修复的时候，应该遇到这应该就不是老屋新力了吧？不是，这是古迹。算这是国定古迹。国定古迹，所以这两个的方式，老屋新力是可能会改变里面的一些结构或是空间的配置。没错。可是这里就不会，这完全都是按照原来的样子吗？是，古迹应该要尽量保持原貌，因为真实性是他们里面很重视的一个价值。所以对于古迹修复就必须要有更多的考究，更多的那个专业技术的介入。台南赤口所位在头摆嘅秋凉课体，基于日本人统治台湾期间重要嘅纪念性嘅建筑，兼做古都保存再生文教基金会执行中嘅张玉王太哥，係基隆市負責赤口所修復工程嘅重要推手之一。不過真可貴嘅係，就算老這家嘅恩師王斌先生，卻還得到第一屆國家文化資產保存獎。張太哥還伫個做台南其他弱勢文化資產嘅保存。其實，所有古蹟維護雖然係國家嘅重要政策，不過由民間發起嘅老屋巡禮運動，卻用做得影響力嘅土地上嘅每一個人。天初嘅建立用將台灣嘅老屋保存概念，雖然萬創高樓平地起，但個尚能嚴重來扣回憶。这就煮好了，煮好了 ，OK。那我请问我们煮的是什么？蛤蜊浓汤哦，蛤蜊浓汤，胡椒，然后呢就，咻，这样吗？而且我辣到眼泪都快流出来。胡椒，然后呢就，咻。
样吗？有喝酒啊？有听到哦？你看，而且我辣到眼泪都快流出来。猪薄薄的，1、2、3，然后嘿，经营的老孙基芬先生在台南启从学校教育费的主食课程度，用自然素鱼做一锅又香又濃嘅鹹蜜湯。雖然我唔是學過素魚，不過因為兒童節目嘅經驗，本我做得到聽眾朋友喺短短嘅時間度安親。其實我來減聽人留聽眾嘅朋友唔會困難，佢哋嘅世界無常，故所以你聽錯用心留佢哋條溝通，唔可能會問我什麼樣嘅溝通，老實講。比好也唔好唔重要，不過佢哋當簡單就做嚟看出人嘅誠意，因為當無常嘅世界度，就要用一隻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嘅地方。新鮮的30粒嘛，這樣，1、2、3、4、5、6，30，然後，OK。聋人有属于聋人的文化，我们不是次等的文化，就如同客家朋友有我们客家的语言跟历史文化是一样的，可是我们一般人就是轻视了我们这个部分。马里，鼠呢？就是讲那一颗水该的鼠哦，所以是马里鼠，然后一个。其实他们虽然是四肢是健全，但是因为他们的听觉障碍，好让我们有时候去忽略掉，其实他们也是需要我们去关怀的。好，他们不是真的完全都能够那么样的通行无阻，他们不知道人家现在在广播说几点几分的火车要走了，他们不知道。包括我们到国外去玩，一个人在园里面还没出来，我们必须要人亲自跑到里面，整个园这样翻遍了。嘿，那曾经有一次是在厕所里面，对，在厕所里面你真的就找不到了，大家就只好在那边等待。是，所以听障朋友，他们有时候像停了那个身障的车位，嘿，他们走下来。人家会觉得说你好卡好手，你想要那样子的残障车位啊？对啊，会觉得你这个人很奇怪。可是他们是残障人士。我们听人要学手语，不是说只是消遣玩，这样不是的应该是要有爱心啊，然后能够跟聋听之间做一个沟通，就是一个桥梁，然后可以好好的沟通，而不是只做休闲这样玩一玩。希望我们主持人能够要有爱心。不要说只是表面对我们很和善的微笑其实都没有内心没有付出一点。我很有爱心。佢哋嘅表達係按出腳、按單純，上下頭擺。人類無語言之前，就會用盡其體嘅肢體語言嚟傳情達意。唔過文明過後發明嘅抽象表達，將語言、文字。使到數語那種古老嘅溝通方式徹底邊緣化。1880年，喺米蘭召開嘅國際聽障教育會議，還改用口語做聽障教育嘅主流。要促成數語本然獲得聽障教育以外130年研究。出嚟嚟上嘅係台灣的聽障教育部分無禁用數語，教育單位老私人嘅機構對數語嘅統一沒懂什麼。不過按多年來，是因為文字數語和自然數語之間的爭議，促成教育用文字數語為主，生活用自然數語為主的特別現象。節目需要1點鐘，而你無可能釐清這兩種幾近長久的爭議。不過，你要探討的是，聽人應當用乜樣的方式來了解，還有探索聽障朋友真正的需要。是這個意思嗎？我去看病的，有一次我小孩，跌倒受傷流血。跌倒受傷流血。對啊，都去醫院。去醫院。醫生五指都戴着龍導，我看不懂啊。戴着口罩看不懂。對啊，看不懂，就血又不方便。我就沒有走醫，就是我的小孩幫我翻譯的。
小孩子翻译。因为要学不麻烦，还是要手语，还是需要手语会比较好。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比方说懂你如果感冒啊，身体不会时间，要到医院的时候，可以第一线帮助你的医生，他竟然完全都不懂你在干什么，这个时候怎么办？真的有的看不懂哎，还要翻译哎，所以你希望未来是怎么样？医院最好会练手语，比如说看病的时候医生会问喉咙痛吗？喉咙痛有闭嘴吗？比方说就像他这样子的身份，就像平常有有没有？比方说我现在是医生，然后你来对不对？哪里不舒服啊？发烧就是要有这样的机制，就是在医院里有没有都语言啊，譬如按用的人，其他就这样做的很简单的啊，比如身体不爽快的时间，做的简按用的事情。我刚才讲的意思就是说，像医院有这种配备的话，就可以很简单的解决这个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问题。让他们戴口罩，戴口罩。我都看得在脚。我觉得我们一般的听人要能了解他们在比手语。就像我们要了解一些简单的英文一样，我们会 goodbye 啊，会什么hello， 那我们了解基本的，好歹可以跟他沟通。你有基本的认识，才有机会进一步去了解对方。因为听障朋友对他们来讲，他们遇到困扰可能是听人会误解他们，所以我希望说让听人可以比较容易熟悉那些语言。证件哦，改证件。他不要写，他叫翻译来。我都会跟他沟通，他不要写，他不要写，好找麻烦，所以我尽量来帮我翻译。我的经验里面有一次就是一位聋朋友，其实他只是很单纯的喝醉了酒，跑到人家的那个猪圈里面低调来对去睡觉，他只是想要睡觉，睡醒以后回去才不会被老婆骂。然后呢就被那个屋主看到了，因为那屋主很有钱啊，他是那个铁条啊。他以为说这个聋人就是要去偷铁条，聋人看到他害怕会跑，所以这个屋主就追着他，然后屋主又打了他。那因为他不会手语，也不识字，所以这样就被判是强盗。下来就是笨。聪明是往上，所以我在唐中朋友嘅生活地度。類似留唐人溝通嘅問題唔會少，問題係好書好腳嘅結構，接上係無本人重視嘅一群，就像係安尼有無障礙空間嘅規劃，唔過對溝通無障礙嘅書語翻譯實動手。另外，國內兩種主流書語全部都重要，唔過安尼實接當遺憾嘅程度。定義上生活溝通較流行嘅自然術語，實本大部分嘅人講唔拉優雅。其實，你對佢哋嘅關懷、留聽書，聽咗個有限較多嘅同理心，希望你表現佢嘅力量，就會像作文先生講嘅，唐人善良嘅眼睛對唐裝嘅人來講，喪屍就係對唐裝嘅人嘅語言嘅侵略，因為啲陌生嘅世界度，定過一副就係假話。剛才說的是番紅色的番茄一個啊，要燒焦了，來，哇，耶，這是拍手，聾人的拍手這樣，耶，拍手，有沒有聽到掌聲？有。就是這樣感受到，我真的很深刻的感受到這種感覺。像我晚上有表演，所以等一下现在舞者在准备，所以等一下你可以看到我们团员他们在化妆准备，还有等一下在做最后一个彩排的过程。可以看到上台前准备就对了，所以这旁边哦，有糖豆嗓没有？有听到都是女生嘛，对不对？就是那
30位中的一部分的人，对，改变世界人啊对台湾的24个看法。真的好多人都在化妆，全部都忘了。嗨，大家晚安。晚安。哦，你们好嗲哦。但怎么讲啊？我说大家晚安，晚安。你们平常不是这样子吧？这样怎么跳八家将啊？老师，你确定是他们吗？还是可以的。真的吗？大家晚安。晚安。哦，对吗？这样我感觉比较有那种。女子舞狮係由台灣村頭文化推向國際舞台嘅傳統民俗舞蹈嘅團體。對1997年起始，舞團喺歐洲嘅60人隻城市行透透，演出300人場。起初嘅元素係對台灣民俗村頭改編來嘅，比如講楊暗妮、節慶、張順、武行了等。德國嘅權威媒體佩德邦對女子舞獅做出嘅評論係：一隻東方古老色彩無法比論嘅福爾摩沙之光，韓本人先做德國民俗藝術節慶祝歡迎嘅團體。組團15年，對其呈現嘅想法、轉彎、改變嘅過程，我都當上了解。佢哋用細模嘅神演出一出係純男性主導嘅身體文化，咩本人唔會填標題。對頭講起，先來認識舞團嘅靈魂，各零件團作。我小时候是住在台南，那住在台南呢，其实从小就有很多的经验，因为台南有很多的，台南是义政之乡，它有很多的庙会活动、宗教活动，那常常就会有奏酒啊，然后就有很多的迎神赛会的队伍。那我以前也会在艺阁里面，然后就表演这样子，然后你身边一直会有一些印象，就是说哦，有一些家将团体啊，或者是七爷八爷就从你身边这样经过哈，那觉得这个好像还蛮能够代表。我们自己的文化，我就尝试去创作。那因为我小时候住麻豆，所以我第一个作品呢就以麻豆的婆姐镇。那可是以前都是男性来扮演，女性是没有这种没有这种那个，所以他们在扮演的时候就必须戴上面具，然后呢动作是比较丑化的，一定丑化的啊，然后像扭的很大那一种。所以早期就是男性他们就戴上面具，然后手是拿着伞，然后这个手呢拿扇子。就是这样很夸张，就是很多动作，是不是有一点像那个我们有时候就是类似的话会拿伞，比较像男生演，然后就这样对，或是那个摇的很大力。然后我就觉得，女生其实我们有不同的一个肢体表现。对，我就把国剧里面的旦角的一个动作，花旦的小旦的动作，我就不用这样的走路方式，我就变成。他拿着伞，所以他跳的时候，动作就不一样，所以整个气质上面呈现就比较不同。人工的耳针就会从到庆典的時節，動態嘅村頭到靜態嘅耳角力量部分。佢做的講係慶祝的插帶反映出台灣民間信仰到養生時節嗰種熱鬧熱嘅氣氛。一次由耳針指向嘅台南，行開呢種民俗藝術靜態嘅表演平台。不過喺呢下現代藝術當流行嘅年代，呢種傳統嘅藝術稍被人看作落伍、俗巴巴、落掉唔出來嘅地方民俗。故是呢種彩啲嘅寶貝，啲本兒子舞獅用表演藝術嘅方式呈現嘅時節，因為冇現代藝術嘅元素，佢都需要整齊嘅撒喺彩啲嘅認同。其實剛開始也沒有這樣的預設一個目標，可是當你踏出去、走出去之後，你真的覺得每個國家、每個自己的文化是這麼的重要，而且可能在台灣是這麼的不起眼。我們自己生長在台灣的人民也不怎麼去重視這個文化的部分，可是它是最有生命力、最能代表一個國家的文化特色。尤其是當你到了國外之後，對，我就是這樣非常深刻的感受，很強烈，所以我才一直堅持說啊，傳統創新。
怎么样做才是正确的？一定要融入现代舞才叫创新吗？那我自己还是很挣扎。他们也会。郭太子讲，今日是因为舞团的经费问题上冰铁。不过对于个表演艺术工作者来讲，文化的认同和肯定，从头系对一个礼服下当然的微缩，一个完全上手的环境来嘅。像我们在国外啊，就说创作了这些作品之后，以前很多团队到国外去，就是很担心遇到中国队。第一个，因为中国他们是专业的一个训练嘛，哈，舞团是专业的训练，对，很小，对，而且他们是公部门的一个支柱嘛。那时候台湾它只是一个业余的一个团体，那在一个技巧的一个训练上面也比较不太一样，所以说。每当我听到其他团队说他们遇到中国团队在表演上面，就会自己会很紧张。可是当我开始创作这样的舞蹈之后，现在我都可以昂首阔步在国外。我说我们的东西是台湾的，我们是独特的。我一回想到在国外观众起立为你鼓掌，然后告诉你台湾真的太棒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要坚持，就是继续在做这样的。台湾嘅民俗枕头，喺啲神明出巡嘅时节，为百姓除凶邪嘅开路先锋。那种属于唔属真嘅民间传统，其亲情嘅意涵就会牵引为山，风雨磨砂又当到梁山，又本应强艳嘅民间传统。你只舞习就会留那种大家看惯嘅民俗，转变做舞台上请上人嘅表演。组团4年。你只舞习伫各国举办的国际民俗艺术节地度，无一个无参加。其他就脚踏富庶的奖顺，要问台湾特别的美感，深深留伫几条访问过的美杂味素，几条对民俗文化保存的大标，行卡本几条变做台湾文化出巡国际世界的开路先锋。你们现在有没有松了一个？你说是狼狈，可是这是我今天这样一整天这样看下来，是那一种，欢迎大家结合一下。但我们先来原地跺脚一下，好不好？我真的觉得我们要给自己，可以吗？可以哦，预备去。可能很多人看不懂，人家有人走马该。而且其实我有一点，我真的很感动。你看我眼眶有一点点，对，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们在看啊，我懂了为什么外国人啊他们会那么感动的全体一起踏脚，因为某熊姑娘平常在庙前面或是我们看得到的阵头的这种地方文化特色，竟然可以跟舞蹈做这样的结合。老师，你真的很棒哎！我也爱我们的团员呢，真的，团员很棒的，真的很棒，要谢谢他们。真的哦，你自己看的感觉怎么样？对啊，我每次看我都会在台下偷偷的掉眼泪。真的，其实有机会把这样的东西带到国外去，然后发光。你看现在这么晚了，其实我们今天也不是一个正式，就是叫做全台南的人都来看。可是你看，大家知道今天在这里有一个这样小型的演出，大家都自动的来的。反正大家人家的气感看我有感觉，就好像音乐一响起，我鸡皮疙瘩就会起来。最后我们再一次用我们，然后做 ending 的，你嘛，用 ending， 你滴嘛，1、2、3，这已经是我们的默契了。1、2、3，哇塞！而且好高哦，你看那边的，好高好高，耶！这根本就是在国际舞台的演出嘛。哦，这个很漂亮哎，
加油加油加油！耶，按奖，有什么问题？摄影大哥，谢谢。没有办法一支一支点，就点一次就好嗨哦，好嗨哦！好嘿好好，台湾啊，好嘿好好，阿美下子哦。